将要伫日本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，因为台湾无法度有家己的国家馆，所以民间发起着台日共援计划，透过多元的管道，让世界认捌台湾。 2025年世界博览会要伫咧台版登场，不过其中所无台湾的国家馆，民间就发起台日的共援计划，要来参与这届的国际盛会。因为甲日本关系真密切吼，不管是近代史啊、进程，所以我思考讲，伫这个世界上大的盛会内底，咱台湾会当以什么角度来甲世界往来？这届要透过艺术甲公益多元的方式来行销台湾，其中一个上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台日共援箱，一卡皮箱就是一个台湾特色来呈现台湾多元的模样。想象有一天，大家带着这个箱子，好，我有作品在这里面。有一天说，有100个有箱子的朋友到大阪世博会门口集合，好，把你的箱子打开。好，今天是台湾日。这个计划除了要伫咧台版传出去，嘛希望会当带动国际游客来到台湾，感受台湾的自然生态加丰富的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